画面上看到这参就是山水造型的盆栽，其实拢是火山岩，利用火山岩捕捉坐空、透气、吸水、重量轻的特性，非常适合雕刻成为家己喜爱的造型。尤其现在疫情期间，民众待伫咧厝内时间长，这项怡情养性的消遣，更是受到欢迎。这种火山岩啊，我们可以把火山岩雕刻成你喜欢的那一种山水图案那雕刻的过程中，你要种树的地方呢，就用简单的工具像螺丝起子或者是电钻简单的工具凿子把它敲一敲挖出小洞，就可以种小盆栽种多肉植物也可以因为这种石头它很松软，而且它保水性很好你种了这些植栽以后充分给它吸水以后其实你可以很久的时间再去浇一下水所以适合我们疫情期间在家消磨时间，怡情养性，又可以培养出自己很独特的盆景植栽。因为火山岩重量轻，佮容易雕刻，民众伫厝内只要利用罗赖吧、钢推就让家己制作出上独一无二的火山岩山水盆栽。伊个山形先看出来才会当开始刻啦。你山形最后出来嘛？先最后出来了后，树才会当夹无落去，树才会夹无落去咱一般民众伫厝敢有用啥物工具就会使做？一般有诶是用过迄个落来吧，一般应该是我金宝诶，都是有个针无？迄设计针会当用像这种。嘿像这种像这针就当用你针为是用迄个用针就当涂嘛，用针就当用这种难度敢会足悬？其实难度嘛无悬因为这因为个人的看的山形无共款个人看的山形无共款有人较爱看关山，有人爱看平原对。其实讲这安尼毛人引导咧做嘛有因为是介绍的看法啦。后疫情时期，民众不妨选择家己动手制作盆栽，不但趣味好耍，在过程中阁会当疏解压力，在完成了后，阁会有满满的成就感。福食盆栽，福气满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